看无你来问我。来，好来看迄个，咱这是讲板块运动，规个地球顶悬，咱会看到啥物？喂，咱会看到啥物中央机？啊，毋迄中央机你爱迄规个探测地球一看。啊，咱局部咱人去看到岩石，会看到啥？哦，咱袂看到中央级，咱嘛袂看到啥物，咱嘛袂无代要去看到火山，啊，咱会看到是啥？即个就个讲这，所以咱周边第一褶皱，第二断层。来，褶皱以上，这岩层，层积也是层一层，一站一站。变安尼，还是变安尼？这叫褶皱。嘿，岩石面顶的，啊，想要会歪移，为什么会弯曲？为什么会弯曲？岩石在什么时候？这个可塑性。第三面总共几下有可塑性？高温。高温对不对？温度高的时候又有可塑性，所以会形成褶皱的岩层，本只拢伫涂骹中心的所在，地底深处。啊，不过我们地形会抬升，也有可以抬升到地表，啊，还有可能抬升到地表，就被我们看到，所以这个叫褶皱。不过大部分。因为一定的，所以大部分一个规个灯一样，整个断裂，这就是断层。来，我问一个问题：推力啊、压力也造成褶皱，这问题太简单了吧？推力或压力会造成褶皱，还是都会？哎。我刚刚让课文变上，我是用推力还是拉力？拉力，我变错了。推力啊，推力发生在什么板块？边界，张裂还聚合？聚合嘛，所以褶皱刚才离聚合性板块有边界嘛。断层，岩层断掉。拉力跟推力都有可能造成，啊，拉力跟推力都有可能造成，所以单断层分三种：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平移断层。来，那看上面叫正断层。岩层安呢，它受了力，让它断裂。伊的断裂面一定是斜的，为什么？你讲它敢袂安尼直直等你，它要解消这个力，你拿那直直等起，它有没有办法解消那个力？不管推力也好，拉力也好。它一定不可能解消这个力，所以一定是安尼，伊无可能是直直长去，一定是一个斜面长去，一个斜面长去，有分顶面甲下面，上盘甲下盘，所以你今仔日如果回上。你今仔日若上盘往上移动，咱是讲上盘往下移动，下盘往上移动，这个正断层，那倒并回来，
上盘往上移动，下盘往下移动叫逆断层，安尼做歹背着无？我依照嘛是这两点的，各位记起啦。来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咱背物件爱方法。你细细念一下，上盘往上移动，下盘往下移动，逆断层；上盘往下，下盘往上要正断层。你念的，你明仔载敢会记？一定忘记了。记东西要有逻辑。来，第一个逻辑，上盘往下，下盘往上，是不是趋于中间？上面的往下，下面往上，是往中间趋近了。咱比赛讲中正大中至正嘛，中间哪一大门自由广场大中至正，往中间趋近就是正。你拿上面往上，下面往下，是不是越走越偏？所以大逆不道，走偏就是大逆不道。你要安尼记啊，就是你要有逻辑去想啊。当然，人家取名不是这样子啊，那你记起来就好了。好，来，我用一个方法，唔免记，嘛免记甲遮麻烦。来，我教你什么方法？你看哦，正断层是上盘往下，下盘往上，上盘往下，下盘往上，安尼吼。逆断层是上盘往下，下盘往上。你看这两个图，你敢分得出他们是推力造成还是拉力造成？来，你看这个图，这是推力或拉力造成这样拉力，对不对？你这两块拉开来，它还会这样跑。你这两块是不是互相推开还会这样跑？你看得出来没？看得出来吗？来，注意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出来吗？伊若安尼蹬起，来我问你啦，你安尼蹬起，你若甲推，它会跑成哪一种样子？这样嘛？你若甲拉开，它会跑成哪个样子？这个样子嘛，所以你也以正断层是推力造成，这边正断层是拉力，所以张力性板块；逆断层是让互推。咱台湾的板块是聚合吧，张力。聚合。咱台湾是聚合哦。所以咱台湾的断层是啥物？逆断层。咱台湾几条逆断层，晓不知？规个岛有几条逆断层，晓不知？400几条。离咱上近的这条叫离咱上近上长的叫人乳断层，啊，不过离咱上近的这条叫右仓断层，正好通过右仓国小。你有看到迄个？军校路边仔有一条巷啊，军校路边仔一条巷啊，要过就你迄条巷啊忽然升高，你若为军校路过，迄条巷啊忽然升高，你有人行过无？我第一个行着带一个，那头前一个墙啊，毋是迄路呢，迄路拢啊悬起呢，迄就是断层。无伊个路，伊个地面那是会干安尼，路是照地面开的啊。那个就是断层，所以你会记吼，咱台湾是聚合性板块，所以咱台湾受推力，咱台湾拢逆断层，逆断层是推力，你看这形状，你就知影推力啦。你知影吼？你就免记啥物上盘往下，下盘往上。平力就是水平分开，水平分开，这叫平力断层。好，咱就来讲地动，咱台语用地动嘛，地动地动。咱上来注意了地动吼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地震要不要跑？要不要逃跑？
时候要跑好？什么时阵爱走？什么状况？什么状况之下要跑？好，我告诉你一个很简易的分辨方式哦，很简易的分辨方式，这不是我讲的啦，这是我去上课那个救难队、消防队跟我上课讲。他说，你要分辨地震要不要跑，很简单，你在那边想说迟疑说我要不要跑的时候，一定不用跑，一定不用跑。我问你哦，如果今天地震发生了，你家的沙发本来在那边，一摇，砰，去撞到那边的墙，你会不会看着沙发说我要不要跑？如果你家横梁本来是直的，一摇变成 U 字形垂下来，你会不会看着横梁说，我要不要跑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咋意思？要跑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怀疑，这就是要跑。你跟你阿想讲，我这样摇要不要跑？绝对就不用跑，就闭眼。按哥要跑的时候，你绝对当下跑不了，你连爬都爬不出去。五哥，地震，如果真的强烈地震发生，一定会休困。咱这个建筑物的耐震可能到5级或6级，以前敢若4级尔，所以咱这厝就愈卖愈贵。除了咱的土地贵之外，咱的建材、钢筋为了符合耐震标准，咱拢爱设计伊的结构，愈来愈用，所以材料、钢筋爱愈用愈济。咱比如讲好啊，咱的耐震标准是5级，我无啥印象，毋捌5级啊6级，卡苏，因为各个国家定的不一样，卡苏你耐震5级，你的耐震5级是不是5级的地震来，甚至超过厝个崩落来，袂，你的标准若是耐震5级。有可能到6级，应该是到6级，伊个挡会了，袂随崩落来。毋过6级过，伊的耐震也5级，搁摇第2道，就歹讲。安尼啥意思？如果超过那个6、7级的地震一来，当下你的房子还不会倒，但是那种情况你回软了啦，你不要说跑了，我说你真的连爬你都爬不出去。就地掩蔽完之后停下来，所以为什么地震来时门窗要打开？因为有可能迄种地动来，你休困要走害啊，门框变形，煞袂开啊。嘛唔通坐电梯啊，走楼梯、电梯电缆随时可能断掉，所以这要注意，这基本概念小可有，咱讲起来拄着地动啊。我问你一下，恁谁人暗时爱困进去，门床边的下救难包？恁921迄阵，迄人规个放落来，啊，毋过无地势，还有一个空间，可是要等人家来挖你知影无？有人过一礼拜，从后面搁过来。那时候921有2兄弟，为什么还活着？因为他们正好在冰箱旁边。有供应，所以地震就地掩蔽有一个很好的地点，冰箱，冰箱做顶流了，全部钢体，它可以撑得住。
如果空间的话，还有一个地方，因为你爱走上近的啦，可能拄啊要去冰箱偷啥物件，因为就可以看暝仔嘛。可能一段腹肚枵，拄啊要开冰箱，就啊放落来，两个就伫冰箱边啊，拄啊冰箱内底物件拿出来食，遐冻一礼拜。无你若走，你若冰箱伤远，你要掩蔽家里还有一个，一般来说，你的建筑物内底，你的梁柱墙啊越密集的地方，都连用大地震越安全。你们家哪一个房间的空间最小？预测嘛。有人迄个便所甲下间啊，哪像迄房间啊大个无豪宅，无一般拢细细间啊尔嘛。所以预测就是梁柱最密集、墙也最密集的地方，照讲伊应该是你兜那厝放落来，迄结构伫内底比较较安全的所在。好来，咱讲地震通常是断层发生，所以发生断层的所在，迄个源头，咱几个名词注意一下。震源，无震源拢伫涂骹，投影到地面上近的叫震央，叫震央。来，这两个距离、深度、地震深度、震源深度，来。深源、中源、浅源，哪一种比较严重？你的震源越深越严重，还越浅越严重？同样的规模，同样的能量，修马是它越浅越严重，因为传到地面，严重发生在地面，传到地面越近，你的力量消减越少。921就是浅源地震。来，这两个一定要分清楚啊！你分清楚之后，你也当去看迄播报员哦，讲了对。来，上面的地震规模，地震的总能量，全部加起来。经过转换，变成一个数字，因为一个是对数，所以得单位，所以能量单位以焦耳，唔该咱用焦耳求抓，所以它经过转换之后，变成一个我们国际上用的叫瑞士地震规模，想必是一个新锐的科学家发明的。地震强度对地面的破坏程度，是咱的中央气象局定的。所以一个地震无同所在有无同的地震强度，不过全部干那一个地震规模，一直对流拢规模拢相同。拄开始摇的时阵，来有误差，所以一发布可能小可无同。不过修正完之后，全世界明着就是一个数字而已，相同。一个地震发生只有一个地震规模，余震当然是另外算。主震就是一个地震规模，我把所有能量都加回来。它没有单位哦，但是它有小数点，通常取位，但你要取几位都可以。来，地震强度0到7，应该说有感的是1到7啊。921近年刚刚6级，921已经超过6级了，所以921了，咱中央气象局，地震是中央气象局管的。你想要按不是地震局管的，无地震局，你讲有地震事务所，
哎，无，迄毋是迄个地震啦，吼，地震管土地划分的啦。中央气象局管所有的天灾啊，所以地震归中央气象局管啊。所以地震强度与中央气象局公布，简称震度。按个地震规模，我简称震模啊，卖安简称，啊。所以咱个有甲分什么5强、5弱、6强、6弱，跟5级跟6级分啊。啊，至于1、2、3、4跟7就没有去分了。好，安尼知影哦。所以你，我讲啊，921大地震，地震规模7.3。你莫甲家己起啊，无起啊。然后震央所在是7级，这个叫地震强度，没有小数点，顶多有按强弱。你莫讲4级到5级的中边界，高雄4级，台南5级，你开中，你讲我是4.5级，无哈？没有小数点。好，安尼分来出来吼。然后甲咱讲诶，咱人吼，实在有时候是无可救药的乐观的。你有无预测讲，你今仔若忽然间困到一半，厝崩落来，雷东风台伫内底，你身边要有什么东西，才能度过你可能要好几天才被人家挖起来？啊，唔知，被人家困诶。有人遐上课困去无听吼，只是少考试几分，对你人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有些课没听到吼，会影响生命的。尤其理化吼，迄电学唔知吼，去黑白讲迄电视，结果讲，你国中理化的，真正去困。困有的人上过理化科无，有的唔知吼，生命就没了哦。对吧？你想看卖，你若放落来，你互地面压力爱，你需要啥？你需要啥？水一定爱嘛。你困的时候到边仔下较侪水的，需要水的。你该传哪？你手机有伫边啊无？因为伊早讲爱手电筒嘛，无你的手机拢有手电筒嘛，需要哪？食的嘛，粮食嘛，干粮嘛，对吧？还需要哪？你若人咧要救你吼，你爱花对无？人知影你伫遮嘛，无你花你会烧去啊，你要讲路遥都无水通啉，很尖锐的哨子，你听到外面人家在挖的，叩叩叩，拼命吹，然后遐有人遐有人。上好阁有收音机，你若照咱包内底收音机，你阁袂当卖用电。你迄阵地震发生，可能网络上面拢登去啊，但收音机是说原始的。你照咱包内底收音机这是手摇发电哦。你摇一个有声哦，会当听到迄个外界讯息啊。当然，其他也包括地震发生可能烟雾弥漫，你口罩就是那个防尘面罩。现在拢有人加卖迄个整套的，里面该有的都在里面。当然你食的、啉的你爱换啦，不过你敢会去买？咱足奇怪哦，
咱地动遐多吼，你真的遇到大地震被压在里面的几率，远比你中乐透的几率还要高啦。啊，不过咱人拢无可救爱乐观啦，咱拢认为讲地遐水代志袂拄着我，啊，但是乐透遮低，我一定是我，一定是我，我一定会着头奖。啊，不过地动我袂遐衰，用背面对。啊，虽然从几率来看，比地震被买的几率比中乐透头奖高的多哦，啊，高的多，所以大家注意哦。咱台湾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哦，所以咱来做好这个措施。咱看迄个台湾的板块，咱讲台湾板块是对两块。欧亚、菲律宾海，这两块交界一对。花东纵谷期台九线、纵谷线，海岸线及台11线，滨海公路，啊，滨海公路。所以你若打花东纵谷台九线，你跳一边的欧亚板块，跳一边的菲律宾海板块，也跳来跳去，就在两个板块之间漂流。跟我聊没有什么意义。来你看这个图，欧亚板块在上还是菲律宾海？我们之前讲过，这两个板块很特别哦。大部分的板块一遇到的时候，都有一块在上，一块在下。不过这两个板块遇到的时候，一安呢？从哪里去玩呢？你从这边看这一块在下面，你从这一块另外一块在上面。所以一般板块我就是一块被另外一块一直压下去，这种地不是的，这种地是安尼卡袂啊，谁也不会被谁压下去。你这样用力推的结果变扭曲变形啊，你也是基本闹掉啊。你想盐城就整个扭曲变形，变成我们的中央山脉，所以咱中央山脉台湾得变直也，这都得断层跟合纵，就是这样的。好，谁也没有被谁推下去，所以还有火山温泉，一些金属矿产，特性这样。